喺周星馳嘅電影《唐伯虎點秋香》裏邊啊，有一個好著名嘅橋段啊。我左邊龍，右邊虎，老藕在腰間，龍頭在心口，人擋殺人，佛擋殺佛。冇吓，老師你做咩啊？阿爹，剛才你唔覺意懟冧咗老師啊？講係阿爹你殺咗人啊！飛也，剛才我見到老師玩緊神打上身，以為刀槍不入，點知標唔到銅，入咗。嗱，咁啊，周星馳話老師標唔到銅，所以瓜咗。咁大家知唔知咩叫標銅呢？呢一個詞嘅出處呢係呢個詞，呢個字呢讀乩吓，乩童。咁所謂乩呢係指扶乩，亦就係一種請神明或者靈魂附體進行占卜嘅法術。咁早期呢，因為經常用啲童子嚟做呢個法術啦，所以呢就將佢稱為乩童。咁後來就算大人啊，都係稱為乩童噶啦。喺乩童儀式裏邊啊，靈魂附體嘅時候就稱為起乩啊，或者係起童。咁粵語呢就稱為標童，用嚟形容施法嘅人呢忽然間進入呢個神明附體嘅狀態。而神明退出就稱為退乩或者係退童嘅。所以喺電影裏邊啊，周星馳先會話老師標唔到銅，即係請神上身失敗咗。